再来是华视新闻的独家追踪，这个高雄市远景协会去互指控，强迫社工领到薪水了后，爱回捐部分的薪水予协会。讲伫个社工界，薪水来回捐已经是存在真久的规则了。高雄市有其他的机构互检举，讲社工一年互强迫回捐的薪水4万外块。明明都有袂少的团体暗藏这款的恶习。 但是为着要保住头路，社工拢无愿意出面来检举。啊，社会福利团体本身面对着经营困难，嘛是有苦无得讲。年终也有被回捐。伫高雄远景协会代志发生后，有一间社福机构，社工爱捐钱，一年捐4万几块，等于是薪水每个月都要扣3、4千块。这款的情形，其实伫社工圈，大家拢知影。 明知讲这款代志是非法的，也过肯出面检举的人无几个。这些人后台那么硬，我真的可以对抗他们吗？我会不会被封杀？他周遭的同事是会叫他不要闹事。为了生活，拢会忍耐，也过工会甲无就是讲，社工的薪水甲劳健保社会局拢有补助，社福机构无应该搁白写劳工。被检举10年来，薪水回捐达到几百万的远景协会，确定讲因为违反补助契约的规定，被罚钱，也过因嘛有话要讲。 办公室伫透天厝的2楼，环境有较旧，也过租金较俗，每一位就代表一份员工的薪水，更加免讲工时费，也过有活动开销。这些成本现在目前除了做补助的部分，其他也都是我们要自己想办法。 学者认为，除了政府单位应该加查核各机构的财务情形，募款的能力也无够嘛，应该检讨。不花钱聘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，你扣他的薪水，你只能聘到他愿意屈就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更没有能力去募款，那你就更没有钱。我们要在专业上面保持一定的专业能力，然后又要能够兼顾这个募款能力上面来讲，是真的是一个很两难的一个取舍啦。 协会募款无遐简单，经营真困难，靠员工的薪水来捐钱，这若无讲政府甲机构同时做修正，恐惊无法度解决。